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terPix 嘅 Pattern 介紹系列。今日我哋嚟傾下經典嘅盤整形態——對稱三角形態。對稱三角形態說明股價喺一段時間內處於窄幅波動，且上下波動嘅幅度逐漸減少。佢通常由兩條收斂嘅趨勢線組成，上趨勢線連接逐漸降低嘅高點，下趨勢線連接逐漸升高低點。股價喺其中震盪收窄。當股價向上突破上趨勢線時，就係買入信號，預示上升趨勢延續；反之向下突破下趨勢線，為賣出信號，預示下降趨勢延續。而家俾我哋喺 MasterPix 內實操睇下。呢一次我哋以港股1810小米嘅圖表為例，喺技術指標功能中點擊對稱三角形態，可以睇到喺2025年7月至8月以及9月嘅日 K 線圖呈現出兩個經典嘅對稱三角形態。喺呢一個期間，股價喺收斂嘅上趨勢線逐漸下降高點，同埋下趨勢線逐漸上升低點間震盪。8月突破區間內高點，且成交量放大嗰陣係買入時機，但係突破之後冇幾，又進入9月嘅第二段對稱三角形態區間。當9月底跌破區間內低點，且成交量放大嗰陣，就係最後賣出機會。在此之後，股價便一路進入下行軌道。此外，對稱三角形態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，喺我哋嘅 Pattern Scanning 中出現。點擊 Pattern Scanning，選擇對稱三角形態，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裡面近25日出現過呢一個形態嘅所有股票列表。同樣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個時間區間嘅長短。快來體驗 MasterPix 嘅技術指標同 Pattern Scanning 功能，鎖定我哋嘅頻道。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Pattern 介紹，敬請關注大師精選穩賺高點。